来讲，伊啥那好食，伊的羊肉羹，伊的汤头好食以外，我感觉伊的羊肉有够特别的。啊，伊迄羊肉啥那特别，对我来讲，迄是我细汉的滋味。我伫中部的时阵，捌食过迄羊肉吼，因迄羊肉是有用迄个中药落去炒过，所以足好食的。伊毋是讲干那迄肉，伊是有芳味、芳气的。啊，我是迄摆去遐食了，我想讲哇。哪有这种味？我已经足久无食到啊！所以我只要有去5分埔，最后一站我一定会来食。我有当时啊吼，会搁包一份大的羊肉，家己当去食。哎，这薄薄，安尼才好包啊。是毋是？啊，搁芳味够袂臭车呢。袂臭车吼。所以呢，我为虾米有当时为虾米我感觉会去食这顿？因为吼，你看咱一个人来台北打拼，啊，你住无钱，去遐去拢去拣迄100块的、50块的。到即马，你去，唔免去考虑介绍，干那考虑你家己有介意无介意。抑搁唯一一项，就是你到最后你来怀念这个味。哦，讲到这想要流眼泪。有当时食的物件是感觉是一个回忆，一个人伫台北打拼，啊打拼到今仔日，所以有当时我讲吼物件，食一个感觉。